台湾历史博物馆主要是小解台湾数百年历史充满知识甲趣味的亲子景点，嘛因为这有连甲鸟、体家等二级保育的鸟类，甚至有一级保育的鸟头鸟，证明这个大自然生态维持了相当的好。所以在地议员甲地方保育团体希望推升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区域，调向生态优先园区。除了保护珍贵动物，也当成为阿兰区观光新的焦点。我们发现一块相当珍贵的净土，那我们史博馆希望可以争取把这块净土留下来。那未来史博馆要来协助做管理，然后呢，培育萤火虫，照顾这些生态，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还有动物它们可以生长得更好。因为起厝了这开发开发的时候已经破坏一寡咱莫把这个仅存的最后一块净土搁甲破坏掉。山海郡绿道甲咱台史博馆区内底紫莲花盛开的时阵，那是足水的。尤其咱的最高峰希望之丘，开的时阵咧规层开到花开到规密啊，是足水的一个景地。所以今仔日来参与这个生态园区，其实咱这除了一寡动物啊，咱的植物啊，这样一寡原生种的植物，咱嘛当共同来营造这个环境。因为园区真宽，以往为了厘清环节，嘛要自体育、公务、水利、农业等局处来研究，然后将交予台湾历史博物馆来做环境的维护管理。那我们希望慢慢能够透过共同协力的方式，那为台南保存这一块净土。那我们也希望配合这样一个在地的这样一种关怀，让友善生态园区的这样一个梦想，能够在大家的共同协力之下能够实现。台湾历史博物馆原本就是融合历史文物甲自然生态综合园区，透过政府甲民间合作，为台南的保育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